皇上，奴婢给皇上请安了。这些天是不是馋坏了？过来吧，看朕给你准备什么好吃的。哇，烤鸭！哇，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。刚刚看你行礼的时候还学得中规中矩的，一见到吃的就原形毕露了。切，民以食为天嘛。皇上前段时间下旨，这后宫啊，除了太皇太后还有几位老太妃以外，其他人饮食都要撤去金银器皿，直到上天垂怜降下甘霖。可是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一个个饿得眼睛都发绿了，皇上你倒好，独占一只烤鸭备着我们吃。这不是有好吃的就叫你过来了吗？看看都有什么？哎，这除了烤鸭以外，你吃的跟我们都一样啊？怎么，在你心中，朕就只能是一个口是心非、不能以身作则的昏君呢？你看，你看，我什么时候这么说的？我才没有那么说呢。这山西直隶等省接连大旱，饥民遍地，朕也有言在先，天子要与庶民一样，同甘共苦，所以。朕只有这些清粥小菜了。世淑姑娘，您这几日在永乐斋养伤不知道，皇上啊，其实跟大家一样，素衣素食的。太皇太后啊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下了一道懿旨，今天给皇上加了一道菜。这不仅是太皇太后的懿旨，也是太皇太后对朕这个孙儿的一片慈爱之心。朕不忍负了他老人家之意，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祈雨的诚心。朕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就特别爱吃烤鸭，所以就特意把你叫过来，让你替朕把这盘烤鸭吃了。皇上，你都瘦了。你的注意力终于从这烤鸭身上转移到朕身上了。能不能别取笑人家呀？那朕瘦了，你心疼吗？心疼。皇上是龙嘛，饿坏了龙体，那还得了啊？现在没有外人在，朕更喜欢听你叫朕龙小弟。龙小弟，不然咱们俩把这盘烤鸭一人一半给吃了吧？那可不行，朕是在神灵面前发过誓的，要一直戒食荤腥，直到天降甘霖。朕可不能违背誓言，欺瞒神灵啊！你一直看着朕做什么？朕的脸上有花吗？我只是觉得，龙小弟其实你长得也挺好看的。是吗？朕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就一直说朕什么暴君啊、昏君啊，还是什么全天下女人最不值得爱的男人。难得破天荒，你还夸了朕一次啊！龙小弟啊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这降不降雨跟吃不吃烤鸭完全没有关系。我也不是特别相信神灵，可是我跟你是结拜兄弟，那就要同甘共苦。既然你不吃烤鸭，那我也不吃，我跟你一起守信，对神灵的誓言。真不吃？当然了，这么看不起我呀？你以为我就是个贪吃的小馋猫吗？好好好，是小弟小看了老大了。那老大就陪着小弟一起吃这些清粥小菜吧。不过我得把这盘烤鸭搬远一点，要不然我看着心里太痒痒了。龙小弟啊，你说现在山西干旱是最严重的，咱们在这儿节衣缩食的也没什么用吧？所以啊，朕已经命了山西巡抚刘德昭建驿馆安顿灾民，开官仓赈灾。朝廷呢也拨了一些赈灾银两，还令地方官每隔10里打一口深井，帮灾民抗旱。记得我12岁那年，家乡闹旱，也是到了秋天颗粒无收。我呢就跟着乡亲们去挖野菜吃，那种挨饿的滋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，太难受了。你说的那次灾情啊，朕也记得，但这次的灾情比那一次更为严重，所以朕除了做一些应对的赈灾措施以外，还每天晚上亲手抄佛经，祈求天降甘霖。抄写佛经？皇上，我现在手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今天晚上我陪你一起抄佛经吧。好，吃吧。
好吃。龙小弟，龙小弟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啊！来人！皇上怎么了？哎，这手怎么了？皇上，您可要保重龙体呀！世淑姑娘，您快劝劝皇上吧。皇上他说，天下大旱，这都是他的过错，他要责罚自己。您看他抄的这些佛经，那都用的不是墨，都是用自己的龙血呀。多嘴！快！快点儿！李公公，李太医，皇上这脉象不对啊。虽说皇上日理万机，劳累过度，近段时间饮食又过于清淡，但也不至于如此虚弱呀。皇上以血代墨抄写佛经，都抄了那么大卷了，身体自然而然就衰落下去了。原来是这样。皇上，千万要保重龙体。微臣先给皇上开几副补气养血的方子，皇上自己也得多注意，要多进饮食，多休息。这时候谁劝都没用，除非老天爷降雨了。好了，朕没事了。这件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，千万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。皇上，我收回之前的话，您是一个好皇帝。李太医，你赶紧去给皇上煎药吧。微臣告退。老大，你的立场怎么不坚定呢？不过就是刺了个血，写个经，你就说我是好皇帝了？要怎么样当一个好皇帝啊？是这个世界上最深奥的一门学问，哪有那么简单啊？虽然不懂什么为君之道，但是我知道你正在努力的当一个好皇帝，这就够了。有心无力，那也不算是好皇帝。好了，朕得接着努力，写血经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呀，好生在这歇着吧。我们是不是结拜兄弟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不行了，我上。虽然我的血没有你的龙血那么珍贵吧，但是我的心跟你一样虔诚。好，只要心一样诚，你的血和朕的血一样珍贵。咱们俩联手书写血经，一定会感动上苍的。终于写完了，大功告成。
龙小弟，你看，我用血抄的，全都抄完了。你要怎么奖励我啊？朕把自己赏给你，好不好？你看你又在乱说话了。我们现在是在祈雨，神灵看到这样，该觉得你不诚心了。那就看看你抄的佛经吧。嗯。老大呀，老大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日在第一酒楼你不敢往墙上题字了。论到这个书法呀，你还是得多跟朕这个小弟学一学。当然了，你是皇上，你字写不好多丢人啊！我不一样啊，我的字又没有人收藏，又不用去卖钱，写不好没关系，而且神灵也不会这么挑剔的。清晨的风吹如花，落入尘世的繁华。爱已来，卷风沙，恨不过一生的皇上，皇上，大喜呀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！走。穿雨中的他，这一生月光花，能否带他伤的心归家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明月照我心，掀起迷雾，留下不悔的情愫。玉环，上苍一定是听到朕的心声了，一定是咱们的血书佛经，一定是这些感动了上苍。朕要谢谢你，这么大的雨，百姓们有救了，我大清的子民有救了。龙小弟，哇！好开心！星辰如马，画不穿雨中的他。这一生月光花，能否带他伤的心归家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半世的光速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明月照我心，掀起迷雾，留下不悔的情愫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半龙小弟，世的这个送给你，感谢你为天下的黎民苍生做的努力。是的。
之前答应过我的，如果我不同意，你不会勉强我的。你不是已经对朕的意见改观了吗？为什么还如此排斥朕？我承认你是好皇帝，可是我依然觉得，皇上是天底下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。就因为你的青梅竹马，他要是再也不回来了，他要是在外面娶了别的女人呢？他不会的。你就那么相信他？这跟信不信他没有关系。就算没有他，我们两个之间也不可能。如果现在你面前的不是皇上，只是你的结拜小弟龙三，你还能接受朕吗？只要你还在这紫禁城里，只要你还黄袍加身，只要你还有着东西12宫的嫔妃，你依然是皇上。我不愿意和许许多多的女人共享一个爱人。好，既然在你心中朕永远支持皇上，那朕现在就下旨要你陪朕。皇上，你平时不是挺稳重的吗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孩子气啊？你不是说过要当好皇帝吗？好皇帝怎么能抢有妇之夫呢？朕现在不想当什么好皇帝了，只想当一个好色的昏君。皇上，皇上！李焕，你！皇上，奴婢又冒犯龙威了，请皇上恕罪。你呀，也真是的。怎么样，得了风寒了吧？谁叫你昨个那么得意忘形的？我怎么得意忘形了？你以为康熙真的是真龙天子？你抱着他，还能遮风挡雨、驱寒取暖？昨天那是误会嘛，好不容易下雨了，当时龙小弟特别兴奋，所以他一抱我，我怎么忍心推开他？你知道，我看到你跟康熙在雨中紧紧地抱在一起，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？朱哥哥，你生气了？可是不是你说的吗？让我接近康熙，顺便打探消息啊。我哪敢生你的气啊！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小师妹，自古帝王最无情，还是大师兄对你最痴心啊！你可千万不能被康熙的虚情假意所迷惑呀！我没有被他迷惑呀，我知道，我只是把他当成我的兄弟，当成朋友。再说了，康熙对我也很尊重，很容让的。环妹，你对男女情事还是很懵懂，所以当局者迷。但是我跟倾城看得很明白，如果你再继续留在康熙的身边，但是心里不跟他保持一定距离的话，一定会发生变故的。小师妹，你可千万不能对康熙动心啊，不然不仅是对不起大师兄，对不起师傅们，更会让你自己万劫不复啊！徐姐姐，怎么连你也这样说呀？
我都快被你们冤枉死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儿女情长了。既然大家已经决定继续留在宫中继续打探，那咱们每个人都必须以大局为重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，皇上吉祥。微臣参见皇上。都起来吧。谢谢皇上。李太医也在。哦，厉贵人前些日子被鳌拜的刺客所伤，虽然伤势已经复原了，但是伤了元气，还需要好好调养。婉心啊，你侍奉朕尽心尽力，又遭鳌拜暗算，差点没了性命。朕从现在起封你为丽嫔，也算是朕对你的一点补偿。臣妾谢皇上恩典。爱妃，快起来吧。婉心啊，你温柔端庄，举止得体，你父亲呢，又是朕倚重的老臣，这个嫔位你完全当得起。明天朕就着人把你的东西全都搬到永和宫正殿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永和宫的正主了。谢皇上恩典。婉心，身体好些了吗？已经好多了，谢谢皇上关心。那今天晚上就由你来侍寝吧。臣妾遵旨。以前在明珠谷的时候，我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，现在总算明白了。哇，好好看的衣服啊，给我的吗？不是给你的，拿过来，听话。这件衣服啊，是给你雪姐姐的。雪姐姐，1年前她不是跟六师傅出谷去山西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了吗？对呀，她执行的任务啊，就是要打扮得美美的，所以这个是给她做的。执行什么任务可以打扮得美美的呀？我也想执行这样的任务。你呀，什么都学不好，18般武艺样样不到家，哪像你雪姐姐啊，又刻苦又听话，派她出去啊，我们放心。再说了，你跟那舒小姐长得也不像啊。舒小姐？什么舒小姐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这是机密，就不要问了啊。知道了。哇，这么多银子啊！四师傅，怪不得他们都说你是咱们明珠谷的财神爷呢，一回来带这么多银子。哎呀，我哪里是财神爷呀？我只不过是个管账的，这些钱呢是咱们联盟的成员辛辛苦苦挣来的。可是四师傅，咱们既然不缺钱，为什么还要省吃俭用啊？你个小鬼头啊！你瞧瞧你朱哥哥啊，他还是太子呢，平日里不也是照样带头省吃俭用吗？啊？对啊，我知道他很节俭，可这些钱够我们花了，他为什么还要那么节俭啊？哎，咱们要光复大明，光靠谷里这几个人远远不够，我们还要招兵买马，那是一大笔巨款，钱要用到刀刃上，平日里的开销啊，自然要能省则省。哇，四师傅，这金镯子好好看啊，是给我的吗？哎，别，你给我，啊，听话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本来你是我们未来的太子妃，这谷里的好东西啊，要优先你和太子用。但是呢，你学姐姐啊，要出外执行特殊的任务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特意买给她的啊。我就知道，这好任务从来不会派给我，就是你们偏心的。哎，
你受得了你五师傅在你脸上动刀吗？啊？把你现在这个样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除了各项武艺，还要练习琴棋书画、歌舞弹唱，你受得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在雪姐姐脸上动刀子，把她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？明天等你雪姐姐回来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啊？哎，小师妹，你喜欢这个金镯子是不是？我答应你，等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一定送你一个比它还要漂亮的给你。啊，算了吧，金镯子太贵了，咱们1个月才半吊钱，哪买得起啊？你放心吧，我既然答应你了，就一定说到做到。哎，看一下嘛。好，看。大师傅，我回来了。雪姐姐，你怎么跟去年走的时候不太一样了？小师妹，我在外执行了1年的秘密任务，就是要努力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当时还嫉妒雪姐姐呢，我还觉得雪姐姐每天可以穿那么多好看的衣服，戴那么多好看的首饰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可没有想到，她原来这么不容易。何止是她，我们每个人，又有谁容易了？环妹，你那3次侍寝，也是这样，被抬到康熙寝宫的吗？哎呀，那事儿都过去了，也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就别再提了。看到康熙召倾城侍寝，你的心里是不是滋味？那当然了。不过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吃醋，就是觉得雪姐姐心里的人明明是你，但是现在却要……你别说了，在这紫禁城的日子，对我来说是一次最大的考验。我不仅要忍辱负重，跪拜我的仇人和对手，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去亵渎你和倾城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把他那双抱过你的手砍下来，让他以奴才的身份跪在我面前。六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六师傅放心，今夜太医院就我一个人值守。那就好，那你赶紧随我一起去永和宫。倾城今夜侍寝，他得到了很重要的情报。